今主日嘅宣道經文取自路德記第1章。士師統治的時候，國中有饑荒。在猶大的伯利恆，有一個人帶着妻子和2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2個兒子，一個名叫馬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裏。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他和2個兒子。2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一個名叫俄爾巴，第2個叫路德，在那裏住了約有10年。馬倫和基連2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拿俄米與2個媳婦起身，要從摩押地回去，因為他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給他們。他和2個媳婦就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上路回猶大地去。拿俄米對2個媳婦說：你們各自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你們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樣。願耶和華使你們各自在新的丈夫家中得歸宿。於是拿俄米與他們親吻，他們就放聲大哭，又對他說：不，我們要與你一同回你的百姓那裏去。拿俄米說：我的女兒啊，回去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兒子作你們的丈夫嗎？我的兒女啊，回去吧，我年紀老了，不能再有丈夫。就算我還有希望，今夜有丈夫，而且也生了兒子，你們豈能等着他們長大呢？你們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嗎？我的女兒啊，不要這樣，我比你們更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擊打我。2個媳婦又放聲大哭。俄爾巴與婆婆吻別，但係路德卻緊跟着拿俄米。拿俄米說：看啊，你嫂嫂已經回他的百姓和他的神明那裏去了，你也跟你嫂嫂回去吧。路德說：不要勸我離開你，轉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也往哪裏去。你在哪裏住，我也在哪裏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裏，我也死在哪裏，葬在哪裏。只有死能使你我分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懲罰我。拿俄米見路德決意要跟自己去，就不再對他說什麼了。於是2人同行，來到伯利恆。他們到了伯利恆，
全城因他們騷動起來。婦女們說：你是拿俄米嗎？拿俄米對他們說：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馬拉，因為全能者使我受盡了苦。我滿滿地出去，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耶和華使我受苦，全能者降禍於我。你們為何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了，他的媳婦摩押女子路得跟他在一起。他們到了伯利恆，正是開始收割大麥的時候。這是上主的話語。今主日嘅宣道題目係離開與回轉，有請本處傳道梁志成弟兄。各位長輩、弟兄姊妹平安，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上帝，我哋要繼續用你嘅話語，聽你嘅話語，繼續嚟敬拜。求天父上帝差派聖靈與我們同在，讓我哋能夠明白你嘅話語。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誠心所願。今日嘅題目係叫做離開與回轉，係講到路得呢個經文嘅頭一章。聖經裏邊有兩卷係特別用到女子嘅名嚟做呢個聖經卷嘅名，一共有兩卷。頭一卷就係邊卷啊？以斯帖記，係女人嘅名。第二卷就係路得，路得又係女子嘅名，用女子嘅名嚟做聖經卷嘅名，係好特別嘅。我哋可以用咁樣嘅形容嚟做比喻，好似有一個盤喺我哋面前，盤裏邊有好多珍珠，一共有66粒嘅珍珠，因為聖經一共有66卷啊嘛，大部分嘅珍珠都係藍色嘅，其中有兩粒好特別，係紅色嘅，所以呢兩粒珍珠就係兩卷用女子嘅名嚟做聖經嘅名，係好特別嘅，好搶眼嘅。呢個背景係發生喺士師記嘅時代，士師嘅時代士師時代係喺邊度啊？喺猶太人進入迦南之後，掃羅做王之前嘅一段時間。有啲解經家話一共有400幾年，但係有啲解經家話計埋只不過係300幾年，所以大約有400年。呢段時間係所謂冇王嘅時間，以色列民族仲未立王，冇王，或者用今日嘅話嚟講係冇政府嘅時代。士師記一共記錄咗12個士師。呢個時代係被稱為猶太人嘅黑暗時代，因為冇政府，大家中意做咩就做咩，過住好腐敗、淫亂、黑暗嘅時代。聖經話，士師統治嘅時候，國中有饑荒，在猶大的伯利恆，有一個人帶住妻子和2個兒子到摩押地去寄居。
聖經話國有饑荒，呢個國有饑荒係指邊度地方啊？就係指伯利恆，就係神所允起應許嘅地方。所謂流奶之物、流奶與蜜嘅呢個地方，竟然又發生饑荒。喺呢個咁樣嘅時代，士師時代已經好混亂啦，到處腐敗，冇政府狀態，跟住來又有饑荒，所謂苦中更苦。猶太人或者呢個家庭一個家庭，佢會覺得好奇怪，點解啊？點解神所應許嘅地方會咁慘、咁混亂，而且有饑荒？呢個係上帝嘅一種懲罰啦，或者係一種教導呢？當猶太人進入迦南嘅時候，冇按照耶和華嘅吩咐，將呢啲迦南人趕出去，呢啲腐敗淫亂拜偶像嘅迦南人趕出，並冇咁樣做，反得受到呢啲迦南人嘅影響，同化，同佢哋一齊過住腐敗淫亂拜偶像嘅生活。係咪因為咁樣，上帝啟示佢哋，賜一啲困難俾佢哋，俾佢哋有反省嘅機會？有時上帝會咁樣嚟責備我哋，教導我哋嘅。當我哋腐敗離開上帝，或者去拜其他偶像嘅時候，上帝會藉着一啲苦難嚟教導我哋，嚟引導我哋，嚟幫助我哋。呢節經文有一句說話，佢話有一個人帶住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有一個人，呢個人影響咗成家人。呢個人帶領成家人離開上帝所賜嘅地方，去到一個外邦人嘅地方。呢一個人結果影響咗、帶領咗成家人離開咗上帝。弟兄姊妹，我哋一個人會在不知不覺當中影響其他嘅人，特別係影響我哋身邊嘅人。特別係當你係一個領導人、管理人、有影響嘅人，你更加會影響其他嘅人，為其他嘅人帶領不同嘅結果。一個做父親嘅、做母親嘅，會影響佢嘅兒女；一個做老師嘅、教導嘅，會影響佢嘅學生；一個教會裏邊嘅領袖，會影響教會嘅弟兄姊妹。所以一個人做乜嘢、講乜嘢，都會影響其他嘅人。所以當你係小組嘅組長，係一個團契嘅團長都好，你所做嘅、所講嘅、所教導嘅，會影響好多好多人。就好似呢個一個人，呢個父親就影響咗全家嘅人。一個俾我哋好好嘅提醒，特別係喺教會服侍嘅弟兄姊妹，如果你係做領袖嘅，好小心你嘅一言一語、行為舉止都會影響咗上帝嘅兒女。好啦，呢個家庭，一個妻子、兩個兒子
從邊度去到邊度啊？從伯利恆離開跨過呢個約旦河嚟到摩押嘅地方。伯利恆係應許之地，摩押地係外邦人之地。外邦人之地，伯利恆係咩意思啊？伯利恆本來嘅意思係麵包屋，佢嘅真正嘅意思係麵包屋或者係糧倉。糧倉有嘢食，有麵包。我未曾去過伯利恆，我唔知嗰度係咪真係有好多麵包食啊？我唔知啊。但係呢個父親帶領一個家庭，因為饑荒睇唔到前邊嘅路，甚至睇唔到上帝，離開上帝應許之地，跨過約旦河嚟到一個叫做摩押外邦人嘅地方。摩押係咩地方啊？摩押係羅德亞伯拉罕嘅侄同女兒發生亂倫所生落嘅後裔係以色列人所睇為不潔淨嘅民族啊！佢哋腐敗、淫亂、多神，即是拜偶像，甚至有一種風氣，就係將自己家中嘅兒女、孩子燒俾獻祭俾佢哋嘅偶像，咁樣嘅一個國家，咁樣一個腐敗拜偶像嘅地方，而呢個父親帶領一個家庭從神所應許之地跨過約旦河嚟到呢個腐敗嘅地方。弟兄姊妹，有時我哋亦會可能遇到一啲困難，例如呢個家庭遇到饑荒好怕冇嘢食，會餓死暫時睇唔到上帝嘅供應，以致害怕離開上帝，到一個拜偶像冇上帝嘅地方。呢個就係呢個家庭所行嘅一條道路。以利米勒同拿俄米呢兩個夫妻頭先我講有一個人，呢個人嘅名就係叫做以利米勒，佢帶住佢嘅妻子拿俄米。以利米勒係咩意思啊？以利米勒嘅意思就係神係我個王，我個王就係我個神，神係我個王。頭先我哋講士師記呢一段時間係冇王嘅，係冇王管冇政府嘅，但係呢個以利米勒佢個名竟然係神係我個王，神係我個王。弟兄姊妹，名好聽，但係不表示我哋就好似我哋嘅名一樣，我哋嘅名或者好感恩敬畏神好誠實好謙卑我哋改好名，好聽，好虔誠嘅名，我愛神，我感恩，但問題係我個名同我個生命同我個生活係咪一樣一致嘅？名好聽，但係我哋所行嘅路同我哋嘅名相差好遠。我哋稱呼我哋基督徒，人哋話你有冇宗教信仰
我哋話有，我係基督徒，但係我哋要反思我哋平時嘅生活係咪基督徒虔誠嘅生活，係咪呢？所以名同我哋嘅生活可能會有好大嘅分別。拿俄米呢個名係咩意思啊？拿俄米嘅名係叫做好甜、好甜、好溫馨、好快樂嘅意思，好甜。但係拿俄米去離開咗應許之地之後，佢係咪過住好甜、好溫馨嘅生活呢？我哋繼續睇落去啊！以利米勒不但帶咗佢嘅妻子，亦帶咗佢兩個仔馬倫同基連一齊離開咗伯利恆到摩押地。離開咗到摩押地之後不耐，唔係好長嘅時間，呢個以利米勒就釘咗啦，死咗啦，死咗。呢個帶領成個家庭離開神嘅地方，到個外邦人之後，冇幾耐就掛咗，就死咗。咁樣呢個拿俄米就驚慌，冇丈夫咯，剩翻一個寡婦，就好快嘅幫佢兩個兒子娶摩押女子為妻，多咗兩個媳婦。頭一個叫做俄珥巴，第二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路得。快快脆脆同佢兩個仔娶咗新抱，希望佢哋能夠有更好嘅生活，能夠繼續喺摩押地裏邊揾到食，有得住，有好好嘅生活。但係結果點樣啊？結果嗰兩個仔都釘埋，都死咗。呢個係苦中加苦，再加苦，好苦啊！丈夫死咗啦，而家連剩翻嘅兩個仔都死埋。弟兄姊妹，世間上最苦嘅嘢、最悲慘嘅嘢係乜嘢啊？係白頭人送黑頭人。呢個家庭所遭遇嘅苦難係咁苦嘅。丈夫死咗啦，剩翻兩個仔，諗住有希望啦，娶咗新抱啦，但係呢兩個仔都死埋。而家剩翻三個寡婦，一個寡婦已經係好慘，而家剩翻三個寡婦，係慘中更慘。但係上帝有冇放棄呢個家庭？聖經時時俾我哋睇到，上帝係一個憐恤孤兒寡婦嘅上帝。佢哋雖然選擇咗一條離開上帝嘅道路，但係上帝冇離開佢哋。我哋繼續睇落去。拿俄米與兩個媳婦準備起身翻去伯利恆，因為點解啊？因為聽到呢個伯利恆上帝眷顧佢嘅百姓，賜給佢哋糧食，聽到上帝眷顧佢嘅百姓，嗰度開始有糧食啦。於是拿俄米帶住一個心意，想翻去呢個伯利恆。
開始嘅時候，拿俄米睇唔到上帝，有饑荒，有混亂，離開上帝應許之地。而家受苦受難，去反而聽到上帝嘅聲音，聽到上帝眷顧佢嘅百姓，伯利恆有得食，所以佢就準備翻去伯利恆。拿俄米在翻去之前，去對媳婦講：你哋翻去你嘅娘家啦，唔好跟住我啦。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就好似你以前點樣恩待已故嘅人，而且恩待我。即是勸呢兩個媳婦回娘家，冇跟住佢。一個寡婦能夠生活已經好艱難，三個寡婦仲更加難，何況呢兩個媳婦係摩押人，係以色列人仲唔歡迎嘅。呢個摩押人係唔准入猶太人嘅聖殿，係唔受歡迎嘅人。所以三個寡婦翻到呢個伯利恆，更加冇把握，更加會生活困難。所以呢個拿俄米勸呢個兩個媳婦，你回娘家，冇跟住我。其中有一個媳婦叫做路德，路德點樣講啊？你唔好勸我離開啦，轉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我也往哪裏，你住喺邊度我亦住喺邊度，你嘅百姓就係我百姓，你嘅上帝就係我嘅上帝。呢個路德唔勸呢個拿俄米嘅勸解，執意要跟隨拿俄米翻去伯利恆。佢甚至講：你死喺邊度，我亦要死喺邊度；你葬喺邊度，我亦要葬喺邊度。咁大嘅信心，願意跟隨婆婆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完全冇把握生存嘅地方。呢個就係路德嘅選擇，路德嘅信心。呢度我哋睇到呢個婆媳之間嘅嗰種親切嘅關係，我哋有時會忽略。點解拿俄米呢個婆婆咁好心勸解呢兩個媳婦翻去娘家啦，唔好跟住我啦。我個道路好苦噶，我自己都唔知養得唔養得起我自己。你哋翻去娘家改嫁，有新嘅生活。點解婆婆會咁樣嘅勸解呢兩個媳婦呢？一個原因就係呢個婆婆拿俄米非常愛錫呢兩個媳婦，係咪啊？好愛錫呢個媳婦。我哋廣東人嘅粵語殘片啊，成日睇到呢個家婆欺負媳婦係嘛？點樣刻薄佢啊？點樣苦待佢啊？但係喺聖經裏邊，我哋睇到一個好好嘅婆媳關係。婆婆或者我哋叫做奶奶好愛惜呢個媳婦，關心佢哋，唔想佢哋同佢一齊受苦，勸佢離開。第二方面，路德點解情願唔返娘家，跟住呢個拿俄米？點解啊？因為呢個路德亦同樣嘅好愛錫佢嘅奶奶，佢個婆婆愛啊嘛。點解愛呢？因為呢個婆婆好愛我，一路都關心我，照顧我，有困難嘅時候希望我唔好在困難當中。婆婆愛我，呢個媳婦路德
同樣嘅愛翻去嘅婆婆，婆婆愛媳婦，媳婦愛婆婆。拿俄米嘅家庭去到摩押，乜嘢都冇啦，老公又冇咗，兩個仔又冇咗，生活又有困難，但係呢個家庭仍然有一種嘢喺當中，呢種嘢好重要，好重要。乜嘢都冇啦，剩翻一樣嘢，就係愛，就係愛。婆婆愛媳婦，媳婦愛婆婆。我哋嚟睇下，如果一個家庭乜嘢都有，有屋，有車，有大魚大肉，有好好嘅教育前途，但係呢個家庭當中冇愛，家中彼此鬥爭，彼此迫害、陷害，彼此離間，咁嘅一個家庭，乜嘢都有，但係冇愛，呢個係咪完全嘅家庭？係咪完整嘅家庭？係咪美滿嘅家庭？絕對唔係啊！兄弟相爭，夫妻相惡，離婚、爭鬥等等，冇愛，呢個唔係一個完整嘅家庭，反而乜嘢都冇，但係家庭有愛，呢個家庭就係真真正正嘅家庭。所以最後點樣啊？最後路德就跟隨呢個拿俄米翻到伯利恆，而另外一個媳婦咧就離開翻繼續留喺呢個摩押地。翻到呢個伯利恆，聖經話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了，他的媳婦摩押女子路德跟他一齊，他們到了伯利恆，正是開始收割大麥嘅時候，豐收嘅時候所以佢一翻到呢個伯利恆有好好嘅希望，因為嗰度饑荒已經過咗啦，大豐收嘅時候開始啦，所以有一片光明，一片希望。所以呢個拿俄米帶住路德翻到一個家鄉，就係回到上帝嘅懷抱。初時睇唔到上帝，離開上帝，後來聽到上帝嘅聲音，翻到上帝嘅懷抱。上帝繼續嘅幫助帶領呢個家庭。拿俄米因為睇不見上帝而離開上帝，因為聽見上帝而回轉翻到上帝嘅懷抱。呢個路德跟住拿俄米翻到伯利恆，佢竟然成為上帝計劃嘅一部分，因為呢個路德以後成為大衛嘅曾祖母。呢個路德在馬太福音你查考耶穌嘅家譜，你會睇到呢個路德嘅名。上帝藉着呢個家庭，呢個摩押女子嚟完成佢嘅計劃。後來有大衛喺伯利恆，有耶穌基督降生喺伯利恆，路德出現喺耶穌嘅家譜裏邊。最後我哋嚟反省，
我哋是否曾經因為苦難而離開上帝呢？苦難有時係上帝嘅計劃，上帝嘅引導，上帝嘅教訓。我哋唔好因為一時嘅苦難睇唔見上帝而離開上帝。我哋要時時藉着教會，藉着聖經，藉着傳道人，時時讓我哋能夠聽到上帝嘅聲音。咩時候我哋離開，咩時候我哋及時嘅回轉返到上帝嘅懷抱。我哋同心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讓我哋睇到拿俄米呢個家庭點樣離開，點樣回轉，幫助我哋在我哋人生嘅道路當中，我哋亦要小心。當我哋睇唔到上帝嘅時候，懇求上帝讓我哋聽到你嘅聲音，及時嘅回到上帝嘅懷抱。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誠心所願。